台南伫去年11月入选英国国家地理旅游杂志2024年全球最酷景点以后，知名权威的媒体 CNN 嘛将台南评为2024年最佳参访地，包括美国在台协会嘛伫脸书推播支持。这回 CNN 特别推荐的是台南美食亲像牛肉汤、蚵仔煎，以及自然景观甲美景，亲像草山越世界岩残红军的美景。另外，伫历史人文的景点，包括古庙、新博物馆等等，拢是因所小介焦点，包括市长趁机会宣传。台南都是在这2个评选里面，都是全台湾唯一入选的城市。那充分证明了，不管是英国的国家地理杂志英国版，或者是美国的 CNN 电视，通通都高度肯定台南这个在值得民众值得不管是国内外的民众一起来参访旅游的地方。尤其2024是台南400年，所以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以及世界各地的友人、观光客，通通来到台南参访旅游保证你满载而归。2024台南400市府规划了台湾灯会国际蓝电等一系列庆典活动，强调团队已经做好准备，嘛将持续加强旅游友善环境，欢迎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精彩台南。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